歡迎大家出席建造業安全獎勵計劃頒獎典禮。我係衷心感謝各個合辦機構同埋業界多年來對於呢個大型安全推廣活動嘅支持同埋參與。你哋喺職安健方面嘅優異表現係獲得各方嘅認同。我深信只要大家繼續努力，建造業嘅職安健水平一定能夠進一步提升。所以正如後面個口號所講，大家要記住工地安全齊做足，開心家庭添幸福。多謝大家。金獎嘅得主就係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負責嘅項目係前坳頭政府宿舍公屋發展基礎。金獎嘅得主就係禮頓建築亞洲有限公司，負責嘅項目係西貢香港學堂新校舍。金獎得主係寶嘉布伊格聯營，負責美麗道至海庭道隧道。金獎得主係土力資源有限公司，佢哋負責嘅項目係防止山泥傾瀉計劃大坑道及摩星嶺。金獎嘅得主係瑞安城建有限公司，負責嘅項目係中華電力物業小額建築土木工程。金獎嘅得主係新豐機械工程有限公司，佢哋得獎嘅項目係沙田水泉澳52區1期。金獎嘅得主就係宏進工程有限公司，佢哋負責嘅項目係中環灣仔繞道中環交匯處。金獎嘅得主係安匯建築有限公司，佢哋負責中華電力物業小額建築土木工程。金獎得主係協興建築有限公司，佢哋負責嘅係中華電力屯門藍地分電站。大家好，我係黃冠斌斌仔，記得依足職安守則，做嘢切忌心急，咁做嘢自然順順利利，萬事大吉啦！